帝哦，因为主是使咱欢喜的主，所以伊要温柔叫咱。这是副歌所讲的吼。来，咱来读这个第20个歌词，这嘛真简单吼。来，做伙来读吼。来，我来亲近耶稣，伊会听祈祷，因为深深疼我，赦免我失错。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细囝，亲像我甲你，所以是对边仔的人唱的哦。对家己唱，对边仔的人讲爱祈祷哦，爱有祈祷的心哦。吼，来，咱做伙来吟唱第20吼，来，预备，来。我来亲近耶稣，伊会听祈祷，因为真真听我，赦免我失错。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世界，亲像我甲你。请咱搁做伙来献开圣诗第558首。这条歌就无啥共款，这条歌是祈祷的歌。看起来无啥共款，总是其实歌词其实就是祈祷，所以上尾才会吟唱阿门吼。558首啊吼，咱来听琴段一遍来。咱若有注意到，这个歌词是你，迄个对象你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是一条祈祷的歌。咱直接向上帝祈祷，就是讲主，你是我的主。来，咱做伙来吟第10就好吼。来，预备，来。恳求求主对我公免。将委托你，我命命令，我在你心被家己，那主错过高你心意。咱拢爱求主使用咱，第一。劝咱所伫地所在，所以咱来吟唱第60的歌词吼，第60吼，第60上，所以上尾唱阿门，好来求预备来，求主言我虽然卑微，但是大卫他你旨意。高你眼光，让我看见无痕的平安欢喜。我真爱用，假使咱有圣诗吼，不要紧，我要请咱有摕圣诗的，会当透过后壁的启用。新鲜诗后壁有一个启用，558首的美，所以你若有圣诗，会当甲我做伙启用。若无圣诗不要紧，咱听就好。迄个咧对咱讲，咱伫倒位啦？迄个对咱讲，咱伫迄位，若安怎爱显出上帝调咱伫遐所爱显出来？伫邀歌甲战争的中间。伫压迫甲暴政的中间，伫妖异甲绝望的中间，
伫镜兄甲陪伴的中间，咱幸福喜乐甲忠诚的灵魂。伫怨恨甲死亡的中间，咱幸福自来甲活命的灵魂。伫罪恶甲朽烂的中间，咱幸福救赎甲今生的灵魂。伫逐位充满死实的中间，咱幸福烟火基督的灵魂。这叫做若要活出回应上帝的话，迄句问话要紧的真理。愿上帝帮助咱，请咱陪伴咱的心。咱礼拜开始，安静心，请手机甲关震动，还是甲关机，请奏乐。咱若承认咱有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撒迦来吟圣诗学老，圣诗第150首，我来亲近耶稣。会众请起立，吟全首。我来亲近耶稣，比耶稣大好，心内那有异常的火光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因阮有着生
赦免我失错，我来亲近耶稣，心就进我意，伊温柔着世界亲像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伊会甲我手，无论出入来我拢替伊保守，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着世界亲像我家己，耶稣做我朋友，天日甲陪我，甲我关心别人三帮杂生活，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着世界亲像我家己。请大家犹原徛着，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过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撒迦来启应文15篇。暂时嘛是诗篇第51篇，是圣诗后面第1025页。我来起，请会众来引。上帝啊，你的听未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严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衷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
上帝啊，你所爱的这是痛悔的心灵。咱同心撒开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俄罗你，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基督，成做阮万福的源头。求你用宝血洗净阮，求圣神更新阮，恢复阮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感谢你，顾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予阮的安息圣日，也是圣神降临节第14个主日，互阮有份来到伫你的圣殿内面，撒甲来敬拜你。虽然有人因为道学上袂拄好，无法度来到圣殿撒甲自节，阮也要有缘求主你赏赐伊大家平安顺遂。亲爱的主耶稣，阮同心要为着这边海葵风台所带来的台湾的影响来祈祷，求你亲自看顾台湾每一个地区，将所有的灾情，无论是洪水、淹水，也是倒塌，所有的灾情拢有交伫你的手中。求你施恩予阮，将所有的影响拢降到上低。感谢主耶稣你。这是欢迎圣神降临伫礼拜当中运行伫人心内最感动的工课，互阮透过诗歌、敬拜、祈祷、信息，甲上帝有美好的礼拜，互会众拢能享受上帝的同在。求主拍开阮的耳孔，高擘俄罗斯的嘴，互讲出的话句句认真，带着圣神的气力。照着放出透放的道，丰丰富富点伫阮的心内，学习信仰的操练，将做遵行上帝话语来得到福气的人。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13节，国语和合本伫圣经第3页，现代台语译本圣经伫第5页，我来读。主上帝所造野地一切的动物，蛇上高刻。蛇对妇人人讲：上帝竟有安尼讲，园内所有的果子，恁拢袂用得食。妇人人对蛇讲：园内所有的果子，阮拢通食，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上帝捌讲，恁毋通食，嘛毋通摸，恁若无听，恁会死。蛇对妇人人讲，恁无一定会死，上帝知，恁食的时，恁的目睭就会开，会亲像上帝分别善恶。妇人人看迄丛树的果子好食，较目，佫会互人有智慧。就真新鲜，伊就挽迄个果子来食，煞互甲伊做伙的丈夫食，伊的丈夫嘛食。因两个人的目睭就开，才知家己是赤身裸体，就变无花果树叶做裙下地。黄昏凉冷的时，迄个人甲伊的妇人人听到上帝伫园内得行的声，就秘伫园内的树仔内。闪瞥主上帝的面，主上帝叫迄个人讲：“你伫倒位？”迄个人就讲：“我伫园内听到你的声就真惊，因为我赤身裸体就眯起来。”主上帝就问：“什么人甲你讲你赤身裸体？你是毋是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迄个人讲。你互我甲我做伙迄个查某人，伊摕迄丛树的果子互我，我就食。主上帝对妇人人讲：“你哪会安尼做？”妇人人讲：“蛇甲我引诱，我就食。”以上，请圣歌队来献诗。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是咱请牧师来正道，题目是人的罪性。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伫昨我伫日出礼拜前有甲兄弟姊妹咧分享讲，现代人的烦恼甲引诱，有可能是咱改先知影真侪代志啊。有当时啊，就会烦恼过头，就亲像2工前，这个简称长老，阮搁伫社会群组顶头讲，今仔日是毋是若停班停课，就爱迄个爱餐就要取消？换一句话来讲，咱改先想讲，改先就要来啊，所以咱就开始烦恼，结果无拍算。这个风台一个挖一个挖，上帝的心意都毋是人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嘛毋是这个气象专家的心意，所以气象专家伊无法度真正的预测。虽然咱即几冬会，因为咱爱知影，若今日暗时风台来入来到台东。风台的中心才来到台东，这应该是3冬来第一个入来台东的风台。有时阵咱会做就是安尼，咱会做就是咱会讲祈祷讲上帝啊，风台莫来吼。总是有当时啊，咱爱知影上帝做歹做的，因为这边咧祈祷风台莫来，迄边嘛咧祈祷风台莫来，上帝要安怎？听我意思吼。即条咧祈祷讲上帝水较济，水上济嘛，搁咧烦恼。有时阵咱的烦恼，检采是因为咱现代科技造成咱的烦恼。所以我有当时拢讲吼，你若毋知是上幸福的代志，你拢毋知，才会得过啊。迄电视媒体一直吵，一直吵，迄引导的代志。你也毋知，当然有一寡要紧的代志，咱爱知。总是有一寡代志，其实咱知迄是上帝主权，毋是咱。那安尼，咱有当时啊，就会放心享受到上帝所赏赐的谢乐。所以咱会当做伙伫遮，真正是上帝所赏赐的平安。所以请你面笑笑。边仔虽然无得较真正平安啦，你边仔的人讲平安哦，真欢喜会当甲你
做伙伫遮敬拜上帝哦。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的性命通来做伙组织，做伙来敬拜，做伙来学乐你。求上帝帮助夫妻，互阮真正听见伫阮生命中要紧的真理。在即世间，有可能拢是暂时，总是上帝，你爱阮活出来，是你的话，要爱阮真正伫阮所活的世界活出来的真理。求上帝帮助阮清醒，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有人安尼讲，伫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内底，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内底，无得互阮入伫去。这就是创世纪第3章要对咱讲的。所以咱若读创世纪第3章，其实可能咱要学到的，就是即句。有可能迄个就是伫咱的祈祷内底，咱时常会祈祷着。总是有当时咱也无好好想，检采咱会凊彩互过。顶世纪出名的神学家保罗提尼克，伊是安尼描述的：伊讲主祷文，教是咱一个真要紧的祈祷，就是无得互咱入伫去。这个祈祷，主教咱的祈祷，毋是爱咱讲，当咱已经入伫去，带咱出迄个试探，毋是哦。主教咱的这个祈祷是讲，无互咱入伫去。换一句话来讲，因为咱一个接近迄丛树，心就噗噗菜，增加咱的好奇，咱的情绪就开始激动。伫即种情形下面，咱已经会失去智慧决定的能力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这个世间顶头，有啥物代志会互咱心接近的时就噗噗菜，会互咱充满好奇，会互咱感觉到情绪真激动。亲爱兄弟姊妹，这检采就是咱上大的试探。这是啥物货？我相信对每一个人应该无啥共款。有可能某一个时期是事业，某一个时期是爱情，有可能是咱一直藏伫心内底的怨恨，这拢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就是咱上无应该凊彩着接近的树，迄丛树。这是咱上大的试探。然后若卡到这，就是上帝要来，咱嘛无想讲伊来感谢这个。总是偏偏上帝就互蛇用阮蛇出现伫伊的园内。咱爱知影，伫古早的世界内底，蛇是啥物？蛇伫古早的世界内底，其实有一个神秘的角色。人看蛇做神，就是半神的迄款的性质，就亲像埃及的法老，咱爱知影伊伫迄个王宫顶头，就是设一只蛇。即摆学出来的考古起来的结果是安尼。这个蛇是象征一个女的守护者，叫做瓦吉特。总是共款伫埃及当时的传说内底，这个神的对敌叫做阿波皮，
伊的形体嘛叫做嘛是蛇，然后这只蛇代表的是混乱，不只是古早的埃及，随上米索不达尼亚的神话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神，叫做宁吉蛇之达。伊对迄个暗静的世界来，伊的名叫做宝座的持有者，然后是生产树之王。人若看到伊，敢若树棍咧安尼射来射去，想象伊就有蛇的形体。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当时的世界内底，蛇一面互人看做是健康、丰收的神秘的智慧；另外一方面，伊嘛互人看做是扰乱、有对敌的邪恶生物。这检测就是这只蛇会出现伫咱所贴到上帝园的原因，因为伊代表迄个时代一个真神秘的角色。创世纪第2章第9节咧对咱讲，上帝伫伊的园内底栽逐款的树，结逐款的果子，刷落去咧。创世纪第2章16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主上帝吩咐迄个人讲：园内逐种树的果子，你拢通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园中的树提供食物，毋是提供予上帝，是予人的。上帝在树伫园内是备办予人的。所以当咱读到创世纪第3章第1节的时阵，咱就读到这个描述。做伙来读创世纪第3章第1节，做伙来读来。主上帝所造野地一切的动物，蛇上规格。蛇对妇人讲：上帝竟有影讲，园内所有的果子，恁拢袂用得食。迄个，伊讲一句白贼啦，对吧？伫原文迄个赤身裸体甲规格的读音真类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若赤身裸体代表的是天真人的天真，那安尼规格的蛇就表示规巴肚的歹心啦。规巴肚拢歹心啦。对伊所问的头一句话，就知伊问的有机关。这就亲像诈骗集团，你知影诈骗集团，伊敲电话来，第一句就讲：你中大奖啊！也是你的银行账户去用封锁啊？你要去用过啊？也是上时常用的，就是迄个电话亚太对面就有人咧叫你妈，我互人绑去啊，对吧？这上时常用的诈骗集团用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人是啥物货？因凊彩乌白卡，用共一步，头一句一定爱，就互你的心会扑扑彩。头一句就爱互你真好奇，我拄着啥？啊，阮兜拄着啥？换一句话来讲，当伊迄句话、迄项代志是咱上关心的代志，那安尼，迄就叫做试探，知吼？这就叫做试探，咱上大的试探。伊针对咱，然后迄就叫做咱上大的试探。假使伊若对啊，那安尼咱就会对伊的价，中伊的价。蛇真规格，就是对伊所问的即句开始，因为伊问即句，就是要引出
后壁的回应，听有意思吼？伊问即句，伊用毋是事实的问话，要来开始甲咱讲话。这就是甲所有诈骗集团共款啦。所以你也拄着即种吼，先来讲你小等者，我可能我来问一下，听有意思吼？就是连讲拢莫讲啦，连讲拢免讲，安尼还是真正的智慧，迄就叫做毋通中伊的计啦。创世纪第3章第2节，刷落去安尼讲，所以这个对话就开始因诱得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负责人对蛇讲：园内所有的果子，阮拢通食。咱来知影夏娃一开始是经证哦。你讲毋对，我抓着，你讲毋对，你是经证哦。经证你讲白贼，总是伊刷落去安尼讲。所以这个诈骗集团嘛是安尼，咱若加讲话吼，就会加互人抓着啦。刷落去加迄个吼，较是麻烦啦。伊加啥？创世纪第3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就园中迄丛树的果子，上帝捌讲，恁毋通食，嘛毋通摸，恁若毋听，恁会死。好，请问夏娃加倒一句话，恁咱读会出来？你毋通摸，上帝有讲恁毋通摸，无吧？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加话啦。加话就会当互人抓着迄个把柄。夏娃无扭曲，总是加话。上帝无禁止人摸，虽然因也未拄着死，总是因知影这叫做真严重。上帝所画的红线。创世纪第3章第4节，蛇才会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蛇对负责人讲：“恁无一定会死。”咱若照迄个对话的分析，蛇毋是反对上帝哦，而且蛇无反对上帝的话，伊毋敢，伊是反对针对夏娃的话来应答的。蛇的话通翻译做：“啊，恁莫掠做死的随来啦，无遮紧啦。”会当安尼翻译吼，会当安尼翻译。总是这个话，蛇的话去互夏娃对上帝产生怀疑，就亲像有人安尼讲，伫爱甸乐园的自由就是人有无信上帝的自由啦。创世纪第3章第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知，恁食的时，恁的目睭就会开，会亲像上帝分别善恶。这什么人讲的？蛇讲的。根据蛇的讲法，就是上帝袂捌想要互恁死，伊只想要阻止恁食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因为这个日恁的目睭会开，恁会亲像上帝。对，根据蛇的讲法。好，咱来好好来想看卖啊，到底什么会叫做上帝的心意？上帝创造时创造了，伊讲一切是好，对无？所以咱爱知，伊栽伫园内的这2丛树嘛，一定是好。所以分别善恶的树一定是好，因为上帝创造拢是好啊。然后呢，当上帝咧创造人的时阵，伊搁互人有上帝的形象，对吧？照上帝的形象来做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嘛毋望人通亲像伊，画出伊的样式甲美好。所以，毋是果子毋好呢，
上帝嘛毋惊人亲像伊咧。那是安那？上帝要禁止人画一条红线，讲恁远来遐个拢会当食，是安怎？迄个分别善恶的果子袂当食咧？出名的古药学者将Wharton， 伊讲一个，伊提出一种看法，伊认为这甲时间有关系，就亲像人咧开车，人买投票，人建立家庭，有当时爱时间到，年纪成熟，才有法度做。听有意思哦？当人若成熟，这个代志就自然而然有可能，咱就会开始有法度来回应。所以上帝将分别善恶的树放伫伊的园内，禁止人即时食伊，毋是要互人试探，嘛毋惊人有即款分别善恶的财物，是为着到遐个时间以后，当人成熟，就自然知善恶；当人若大汉，就看会清楚分别善恶这项代志。这就那亲像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当伊伫旷野内底，撒旦互伊的一个试探，叫做答应将伊看到世间万国拢荣华拢赐予伊，只要主耶稣肯撒旦来跪拜。咱知影耶稣基督确实后来成做万国的王，咱的主，总是这爱听候到合宜的时间以后，人愿意甘心顺服所产生的结果。若伫无适合的时空内底，用强压的，用称达你爱，讲你强强就爱来信我，那安尼用这种方式成做万国的王，这只会成做撒旦的王国。撒旦的王国绝对无可能会久长，嘛绝对无可能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爱听候时间。创世纪第3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妇人人看迄丛树的果子好食，甲捌，搁会互人有智慧，就真欣赏。伊就挽迄个果子来食，散互甲伊做伙的丈夫食。伊的丈夫嘛食。这时，这个妇人人就亲像上帝共款，看果子是好，总是人咧看，无亲像上帝咧看。因为人咧看有家己的眼界。伊徛伫树前，心内纠拄讲爱安怎做。不过，咱也知，迄丛树接近的时，人开始心就噗噗彩，然后咧，安那看拢会感觉真甲我的意。那安尼就挡袂牢，一定爱来挽落来食，对无？食了后，才知影讲无得确合咱的意。有当时看起来好看吼，无得确。搁会当互人得到智慧，所以妇人人就挽食。然后提互伊的丈夫。总是这项代志发生的时，请问阿东伫倒？历来传统的解说拢将这个毋对撒互妇人人，总是经文咧对咱讲，其实阿东就伫夏娃的身躯边。伫创世纪第3章第1节开始，蛇虽然是妇人人讲话。然后经文应答所有的主词拢是复数，咱也有详细读就知。对创世纪第3章的第1节开始，毋是恁
就是阮，毋是我哦吼。咱知影这无啥共款吼，台语讲起来是无啥共款。毋是恁就是我，意思就是它是复数。妇人人会回应是因为蛇伊讲话总是伊的丈夫其实就伫伊的身躯边。啊，蛇是安怎妇人人讲话？传统的解说叫做妇人人真容易受骗，真脆弱，搁较容易受到影响。总是真歹势，查甫人但毋是安尼咧，真歹势哦。咱若要安尼解说，查甫人但毋是嘛真脆弱，真容易互人受影响嘛。那安尼查甫人他无主动讲，要食进前就来动起来哦，毋通食哦。啊，伊好我食了个，伊个真顺诶，嘛无讲啥哦，就食嘛对吧？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保罗所描述的。保罗描述了真好。伊咧讲，伊做人的苦，做人的苦是啥物货？你安知？就亲像罗马书第7章第19节所讲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爱的好，我无去做；无以爱的歹，我颠倒去做。这叫做人啊。人的罪性甲软者，是因为咱知影这毋通，总是毋通的，偏偏就去行；毋通的，偏偏咱就去行。创世纪第3章第7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两个人的目睭就开，才知家己是赤身裸体，就变无会阁受迄最群下地。啊，这进前因当毋是无穿衫吗？是嘛吼？总是因无穿衫，袂感觉见笑。食了后，因目睭开，却感觉见笑。所以神啊，敢若是安尼讲，这敢若亲像囡仔无穿衫，伫外口嘛毋惊见笑共款。总是啦，进入青春期，因就会对家己的身躯开始有意识到，伊会发现家己是赤身裸体。所以，特别是青春期的囡仔，真无爱互人翕相。咱知影？其实拢有迄种惊见笑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人发现家己成熟，然后发现家己有可能侪时阵啥物货拢无，所以毋望会当得到成熟。独立自主，家己会当做决定。换一句话来讲，上帝禁止人食即丛树的果子，是爱人听候时机，成熟了后，才通运用家己的自由意志来做出选择。总是当人只是掠家己，亲像囡仔共款。时机也未到，就要亲像上帝，无搁依靠伊，只是凭家己的能力，袂记起家己是受造的，一心只想要成做上帝，成做家己甲万美的上帝，无搁对上帝存感谢甲顺服，是存心背逆甲对敌。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人的罪。创世纪第3章第8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做伙来，帮我按下，对，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黄昏亮亮的时，迄个人甲伊的妇人人听到主上帝伫园内。在行的声，就秘伫园林的树仔内，闪避主上帝的面。伫英文的圣诗内底有一首圣诗叫做《
in the Garden》伫花园林。这首真古早的圣诗的灵感，其实就对即节来的。伫迄条诗歌圣诗吟唱讲，伫园内人甲上帝有美好的团契关系。伫逐个黄昏的时，做伙散步。你想看咩啊？若黄昏的时做伙散步是偌尼好势？总是伫希伯来原文读起来无的确是安尼，因为希伯来原文有日即字，迄个希伯来文的日迄日啊吼，即日原文嘛有暴风的意思，暴风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即句的头前会当翻译做：伫暴风的风影内底，因听见上帝真大的声音，伫园内四界在行。这就亲像俗语咧讲：日时若无做开心事，暝时就毋惊鬼来弄门。当人知影家己已经踏着红线，违背创造主的话，伊凊彩行，拢亲像天顶咧降雷迄款的声。听我意思吼，你若心内底有鬼吼，啥物人弄门，你拢会惊着啦。所以人就亲像超速的时阵，真惊看到警察。迄个超速的时阵，咱会真惊看到路边吼警察车迄种死的迄个红灯。这个时阵，人嘛会闪避主上帝的面，总是人免有法度避会掉上帝的面的。创世记第3章第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主上帝叫迄个人讲：你伫倒位？这是上帝对人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当伊创造了后，对人所发出的第一个问题，伊竟然毋知影人伫倒，无可能。所以伊叫人是爱咱好好问家己，讲，请问现在你伫倒位？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生命的历程内底的每一个阶段，有可能咱拢爱好好问这个问题，因为上帝咧对咱问啊，问讲请问你伫倒位？咱拢爱好好问讲，到底我伫上帝的心意内底，还是已经偏离伊的面？咱拢爱好好问这个问题。创世记第3章第10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迄个人就讲：我伫园内听到你的声就真惊，因为我赤身裸体就秘起来。潘霍华安尼写，伊讲人若顺服上帝，就通伫人甲上帝面前坦然无惊，袂感觉见笑。只有伫有隔离的世界内底，人才会感觉见笑。创世记第3章第11节刷落去，上帝安尼问，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主上帝就问：什么人甲你讲你赤身裸体？你是毋是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咱来知影上帝伫暴风内底，新闻跟新闻者法官共款咧问：什么人？问两个问题对无？什么人？你是毋是食？阿当就应第一个问题，对无？总是伊安怎应？做伙来读12节到13节，做伙来读落来。迄个人讲：你互我甲我做伙，迄个查某人，伊摕迄丛树的果子互我，我就食。
主上帝对妇人讲：你哪会安尼做？妇人讲：蛇甲我引诱，我就食。上帝问两个问题对吧？阿当甲夏娃就应头一个问题，对吧？伊应啥？伊应讲，毋是我啦，拢是伊啦，对吧？两个同款的回应，同款的反应是安尼。上帝，歹势，毋是我，拢伊的毋对。阿当杀互妇人人，妇人人杀互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会记得上帝会时常问咱两个问题。假使你若无应，伊会时常问咱，伊会问咱讲，咱是毋是有食？假使咱也愿意诚实，愿意承认是，咱伫上帝面前爱承认，咱是罪人。然后咱上尾也上好的应答，嘛应该亲像保罗所讲的，是阮是罪人，总是伫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当时因的应答就证明，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咱爱亲像保罗所应的，因为伊着老实上帝两个问题内底的第2个问题。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时因两人的回应，就证明因的心智。因的灵性，搁那亲像囡仔，这就叫做人罪性的天现。C.S. 路易斯捌伫一本册翻译叫做《返璞归真》，顶头安尼写，伊讲咱至少想要保持咱上帝形象的款式，伫咱的内心也想要保持这款的伪装。自我欺骗的现象证明，咱人都是家己做歹，嘛一直相信、接受讲善良才是对的。伫咱的内心，咱知善良亲像上帝迄款原始甲通信。伫人类的历史顶头，善良比歹搁较久长。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心内，最少拢会毋望别人看咱是好的，对无？最少拢会毋望别人看咱是一个善良的人，就是遐个歹人，做真侪歹事的人，嘛毋望对别人的喙内眼中，会当看见家己至少一点点仔的好。保罗形容了真好，罗马书第7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我有发现一个法则，就是我想要做好的事，歹甲我抵地。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第3章互咱要紧的真理。爱知毋是食果子，迄个果子的毋对。是当人互歹所甜的时阵，咱安怎面对？假使咱只想要躲闪，只想要讲，迄毋是我，迄是别人，拢伊的毋对。那安尼，只会互咱的罪性，将家己带离上帝，离开爱den乐园。就亲像美国真出名的诗人 Foster， 伊捌写一首诗，这首诗叫做《Nothing God Can Stand》。
上尾安尼写，伊讲上尾哀殿诚做悲伤，黎民提起诚做日事，无黄金通留地。换一句话来讲，假使咱若用阮咱生命中的救主，那安尼就会隔断上帝的侍奉，隔断了人甲上帝的关系。这就亲像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所讲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前因为恁犯罪违逆上帝，灵性已经死，迄时恁趁世间的潮流，顺服空中的掌权的，就是现在在管辖违逆上帝的人，迄个邪神。大保罗其实原文的宣告是宣告讲，恁已经死啊，因为恁的罪。头一句是安尼写吼，恁已经死啊，因为恁的罪。总是咱的心内底，有一点点善良，日是日头的心，那安尼，阁有一点渴望甲上帝连结。保罗讲，那安尼阁有救，安尼你阁有救。因为啥物会？以弗所书第2章第4节到第5节，保罗安尼写。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上帝有丰盛的怜悯，用极大的慈爱疼咱，伫咱腰底背逆、灵性已经死的时，伊互咱甲基督做伙搁活，恁是对上帝的恩典得到救。爱知靠家己无效，假使若有够，上帝恩典教也咱用。假使咱也愿意活出甲基督同搁活的性命，就搁有救。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怜悯阮。你知阮的人生，你知阮时常知影啥物是好，总是偏偏离开你的面。走闪你对阮生命中迄个善良的旨意，求上帝怜悯阮，求上帝嘛赦免阮。当阮阻挡你，爱你莫来看到阮所行的一切时，主阮知，阮就犯罪。求上帝赦免阮的罪。帮助阮，互阮知，伫阮人生内底，啥会误会离开你的面的时，帮助阮清醒知挖滚你，无得互阮入得去。求上帝引带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咱三甲来吟圣诗回应，圣诗558首，恳求救主对我光明。请会众起立吟全首。
당의 주 나와 니困求救主，大圣大喜，我将为他我归敬你，我的为今日今日，高地晴朗明白心。将你呼来修赎我，和我的心的叫充满，热烈心中热切缘故，不用因爱不落我主。救主愿我虽然离离，他是大卫万里之高明永久，我看见无分的你平安欢喜。会众请坐，咱即时来举行学者团契的就任式。主理和校长陈博言、协青会长林业、少气会长吴家恩，咱请牧师来主理。好，这时咱要来伫学期的开始，咱要来就任这个就任式甲年青的就任式，其实有类似的所在。所以这时我要问你们了哈，所以你们就大声的应答，直到最后那一排的人听见为止。这样听到了吗？好，听到了哈。陈博言、林月、吴家恩，你们这时要领受桃园教会的主日学校长、学青团契会长、少气团契会长的这个职分。你们愿意甘心在众人跟上帝面前，愿意接受这个职分吗？我刚刚有说过，最后那一排的人要听见，所以我待会会问最后那一排的人，你们有没有足够的大声表示你们的心甘情愿？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个职分，你们要照主的话，诚心带领，并且照顾好你们所要带领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让他们真能成为上帝所爱的子民。你们愿意这样行吗？愿意。咱这回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赏赐，你引带保守扶持带领，让你的囝儿陈博言这事，伊刷落来，愿意来领受主日学校长林月，愿意来领受学青团契会长吴家恩，愿意来领受少年团契会长这这份。主求你帮助扶持甲因做为伫地，赏赐因教业的聪明甲气力，互因知怎样伫你的百姓内底做成上帝要紧的工程。求上帝帮助扶持，圣神甲因做为伫地。主愿你献上
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所以这时候我要来颁这个证书，所以请你们向后转来。咱即时奉献，请简秀柱执事、傅奇芳执事来施献。请会众起立，三甲来吟奉献的诗，煞接请前秀柱执事来带领祈祷。主爱天父上帝，你保守阮平安顺遂，你嘛使阮伫你生活中一切恩典满满，阮献上感谢。主你阮来到你面前敬拜阿老，这是阮逐人奉献淡薄的金钱，要做教会福音事工的运用。愿主你活力带领，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会众请坐。咱三角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金句，咱伫迄个陈述表的下面下，
我读一遍，咱请会众来读2遍。安尼，我有发现一个法则，就是我想要最好的时，歹甲我填着。罗马书第7章21节，请。罗马书第7章21节，安尼我有发现一个法则，就是我想要最好的时，歹甲我填着。罗马书第7章，咱现甲周报的第1页，下周9月7日服侍的人员，咱家己来看，来注意。周间的聚会、各团契的时间，咱嘛家己来踊跃参与。主日学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时间、地点，咱家己来参与。第2页，教会小组的聚会的时间、甲地点，请大家踊跃去参与。8月份家庭的礼拜的聚会表，桃园区甲大有区的时间、地点，咱大家家己来看。8月27主流的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的，咱请迄个办公室来更正。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9月初3、9月份的10月的中集，长老陈建州。技术台语场尹立芳，华语场黄约瑟。第2点，学者的团契的责任性，头拄已经在执行。主日学校长陈博元，学生会长林月，少区会长林嘉恩，吴嘉恩。2004年夏季学校的营长是陈雅婷。第2点。咱欢迎桃园区青少年社会教育基金会陈新龙团队，为着推动感觉校园报道时间，前来本会见证分享义卖新册。100年后，你会为着这个世界留什么？请兄弟支持甲带导。第4点，2004年妇女团契会长改选伫今仔日的上午。10点半伫4楼的交易厅来举行，请本会会友的妇女会友踊跃来出席。煞接这个2004年双联团契会长的改选，嘛是10点半伫咱701来举行，请65岁以上的长者来热烈参与。第5点，传道部部会第2次的圣诞节筹备会，伫咱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01教室来召开，请部员甲各团契的首长出席参会。下主日9月7日，为着圣经学院奉献主日，欢迎肖文杰牧师要前往来本会来正道分享，请兄弟为着时间代祷奉献。9月份定期董职会伫9月7日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召开。请各部将报告交至办公室来整理。中集会后了煞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参会。教会消息，请各区长办公室来领取65岁以上9月份生日的长者来关怀礼券，适当的时间来关怀探访。桃园教会小组邀约礼拜。伫9月17甲9月24来举行，请大家来参与报名去传道部今仔日杂志，请会注意这个时间。第3点，2004年团契会长的监选的时间内底，目前还佫有9月初9社青团契，伫9月初9的暗时7点来举行。其中这个敬拜团甲圣歌队请找时间来举行，因为咱这9月底以前爱甲举办完成，尤其咧月底
9月17甲9月24是咱的耀华礼拜，所以讲上尾是从9月70。其他消息，桃园合作社理监事会伫今仔日中第2场礼拜后煞后，伫701来召开，请理监事出席参会。咱煞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介绍。陈真尧长老，过去伫新屋教会的长老，其实是我的爸爸伫归仁教会时阵所甲伊做伙伫遐同伴做伙传福音的医生。斯隆一日出世，就拄着脑性麻痹即款的病，无的确是病。点彩伊伫即个世间是要互遐会讲家己真有智慧、真有聪明的人感觉见笑。所以愿上帝帮咱，互斯隆不管是伫倒位所做、所写的，其实斯隆是足拍拼的人，所以伊会愿意伫人的面前展示上帝的福音。所以这时我要互伊大概3分钟的时间，将咱3分钟的时间，伊要来小可分享。咱若有感动，毋免为伊奉献，就是买伊的册就会使。伊有写一寡册，咱也愿意求上帝赏赐嘛祝福伫伊的时间内底。这是咱泡泡来多谢斯隆伫咱中间的分享。弟兄姐。谢谢吴牧师给我机会。这些年来，我一直感觉到人的生命很有限。不久之前，我的好朋友跟我一样的年纪，叫做严凯泰，身价有4000多亿，还是离开世界。100年后，我们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是我在祷告中，上帝要我写这本书。当我有这种感动，我心中非常的恐惧。因为这本书跟一般的书不一样，因为我还没100岁，我不知道能留下什么。感谢主，虽然我56岁。但是神让我到监狱、到学校、大学、高中、国中去布道，已经超过300万人听我讲道，将近100多万人决志跟随耶稣，我们鼓掌感谢神。连我那么软弱的人都能做一些事，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每天
每个礼拜做礼拜而已。我们的生命要有影响力。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你每个礼拜能带一个人来教会，来听牧师讲道，有那么难吗？假如我们的信仰没有行动力，那我们的信仰一定有问题。阿门吗？所以我希望桃园教会要成为万人祷告的殿。大家讲一遍，桃园教会，大家要讲一遍，桃园教会要成为万人祷告的殿。我们的脑筋，我们的眼光，每天都要改变。我们相信耶稣，神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有美好的计划。假如我们的计不知道，我们就白忙一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祝福桃园教会成为万人祷告的殿，改变我们的心灵，背十字架来跟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价值，靠耶稣的名来听，阿门。3分钟到。咱拍婆仔来多谢伊的见证吼。请牧师介绍新朋友。我手中无摕到。那个宝哥旁边那个朋友站起来一下。宝哥，来，咱搁一遍来多谢思龙啦吼，来，咱拍婆仔来多谢伊啊。来，黄大姐来。第2位吼，黄大哥边啊。黄大姐，来。菠萝先坐。来。黄瑞娥小姐啦哈，姐妹哈，咱第一遍来对吧？好，第一遍来哈，咱欢迎伊伫咱中间，咱拍婆仔来欢迎伊伫咱中间。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一个，有我无介绍到，就是我，因为我手中无摕到这个新来的兄弟姊妹的名单吼。好，我给。来无啦吼。好，咱煞接祝福车恳，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吟诗完，请牧师来祝祷。等者，咱要吟2遍，第一遍吟你，第一遍改唱我，吼。所以你的时阵，你会当祝福别人哦，来。愿上主大仁爱，应着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
应同在。万主阳刚偏救你，应主你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之事，高应世代。第二遍来，我上主大人来，应点我心爱，主会听每时刻，甲我应同在。万主应当偏救我，应主必宽待我。主诚心保守我对之事，甲应世代。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真侪。祝我平安甲你同行。上帝。天国得到。咱互相请安，行平安礼。
耶稣耶稣，Hello Hello。耶稣，耶稣，耶稣。喂，开了 ，OK 吗？可以，3号 OK。5号呢？5号声音可以吗？5号有没有声音？喂。5号的声音可以吗？喂。 5号可以哈。喂，这妈妈用的。喂，哎，这个，喂，3号给妈妈好了，比较大声。2号声音可以吗？2号有没有声音？喂。2号可以哈。喂。 喂，4号有听到吗？4号，4号有听到吗？啊有。喂。啊，6号，喂。喂。
喂，好有。有那个很大声。好，我们从前奏直接进来。天属你，地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世界属你，是你建立，神啊，我要赞美你。南北属你，是你所定，神啊，我要赞美你。公义属你，慈爱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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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天属你，天属你，地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世界属你，是你建立，神啊，我要赞美你。南北属你，是你所定，神啊，我要赞美你。公义属你，慈爱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哇，知道向你欢呼的，那你是有福的。好，让我们大声来唱，天属你。天属你。